了头，啊心咧救咧拍的时阵哦，就走去啊。拢会知影伫目标中咧用功夫啦，啊，这辛苦怎么做，我有点话做不一样哦，比较少，啊，班的要很久，然后就是这个，这个老婆大家哦，心都怪这样子，你再看一下。对好食的时候无好，对你大声，因为遐你物件一打咧外面好食，你无去食嘛？有诶，各样讲开车到台头食，小包食啥呀？换三包。飞机迄边台北食什么面？你毋知我一飞机台北食什么面？无食怎样？开我50箍，了3000块。啊，你记得你，我开始后悔了，例如啦，那真正是一个安尼。迄人是好个，就心无主，啊有偌济咧运动袂得去嘛，所以就是攀岩出就渐就人生心啊大尾。这拢是偌济个生命，咱重心的体，用偌济基础动作，咱人自体上嘛。千流，望的梦想，就叫不行，所以目标点个梦想，必然有颠倒妄想啊！听话哩，这行啊，业色主义大，是不用啊，业色主义太大。的主因太重，业色就是咱人业色性，就是讲所过去所做的事业已经不亡，佮种植伫咱人头壳中思想上内面，带来讲即世来佮欠债佮拄着，代表安怎？人世界我是讲情形眼中出世时，哎，就较惨死，本来就该到有条，但看出大嘢，足奇怪咧。世界上的物件，无法度单调，无法度去注意，无法度去取舍伊。毋过偏偏咱的心就是安尼物件。然后有时较袂叫做，啊有时好蛋个伤的，啊有些好蛋个伤吧，啊毋是正常面顶到社会吗？不是你侬我侬大家来拢吗？啊所以咱拢到来拢花了，啊为什么对这个世界无变应？因为你拢开始咧。骗出来，迄个物件业色性拢走出来啊，牛骹蛇出来，牛骹蛇出来，什么物件蛇出来？他开始就找那个搞那个人，那牛骹甲牛骹找那个背面，所以小妹呢，我讲一句话，不要挖那个洞洞，小妹嘛挖臭点，小妹忙找迄个缺点，你有经验甲伊小妹，忙咧挖了坑啦，伊甲挖了坑，小妹都忙挖了坑。啊，小妹忙买无该听的所在，小妹忙买伊下，伊的弱点的所在，你看见没？所以这个小妹老公，你拢做唔好吼，老公你家己袂死啊，你爱哪做？啊老婆你爱哪？你哪？你个我面啊说过，袂怪起来咧，但面起来就去播啦，啊若骂起来吼，就讲你嫁面龙河龙，我们龙都破了，以前都生龙活龙了，讲这下啊，国人啊，叫国人啊。啊，为什么咱人就说种过去人家姻缘看一面好时阵，算毋咱真歹个。因为我甲结婚是因为你水啊，啊我结是缘投啊，啊如果两人活一定是活会拍，啊毋知后壁心，伊啊伊都无走出来，因为你结婚咧谈情说的时阵，讲好年了你看嘛。我若讲咱一边说嘛真爱钱啊，这边若无好时阵，我明白甲初较好个咱，拢嘛是这样。你看遐先一个电视咧，这边若先调啊，这边你看。皮肤光亮美白，晶莹剔透，啊，其实就画条，你看这地方画啊，皮肤光亮美白，然后就条，不可怜的事情。人都是善于掩饰自己，把别缺点安起来，把好优点配出来。所以咱人伫迄角色当中，艺术嘛，人讲安尼，人吼就是因为业色物件，所做一切物件不谋，因缘回悟。如果再就是必然的啦，这其实走袂去的啦。这不要讲，咱做者拢无人知，啊做者拢袂报啦，伊仔才会报，哪袂报就无好结果啦。没有报就出来去报，这是
所以咱即个动画咧想吼，拄会通过时咱来应用。拄着无边缘无边界的对待，咱嘛爱甲学应用。拄着你欢喜时阵咧，咱是更加安尼坚持，毋通去流转出去。安尼当下咧，咱即个念念相应，或者凡是遮物件，颠倒思想，咱就我就慢慢反移了，念念慢慢反移。咱反移究竟当下就是形成一个境界嘛。所以安山禅师啊，望山禅师在讲啊，咱人吼，用眼明用意出平淡啊，不转颠倒众是寒啊，精神攀岩空归咱不先得不了多年，单纯哦，眼明用做简单哦，今仔三千个水水无简单，我即摆对啊，即个三大三大个老马尾上水的。上爬上活咧，